雖然文明能夠被壓碎，但係情懷可以不碎。經歷過時間嘅洗禮，盤菜嘅款式已經千變萬化，但係有一樣嘢係一直都冇變過，就係大家一齊相聚，一齊分享同一盤菜嘅嗰份真摯嘅感情。如果10年之後仲有機會翻嚟開西墳，可能好多嘢都唔同咗，但我希望開西墳嘅宿生可以好似而家咁樣繼續互相扶持，一齊分享睇電視嘅樂趣。一年一集嘅向盤菜出發，將會由 Encounter 帶領我哋經過5大洋、7大洲，深入元朗，細味盤菜同群瑞堂嘅真情。南宋末年，元朝軍隊南下，宋帝昺聯同陸秀夫、張世傑等人南逃路經香港新界一帶嘅圍村。當地村民見到皇帝駕到，立即用僅存嘅豬肉、蘿蔔等等嘅材料煮飯，但係喺倉促之間，村民揾唔到足夠嘅器皿盛載食物，只好使用大木盤嚟將菜肴放埋一齊，發展成今日嘅盤菜。從此之後，每逢大時大節，村民都會享用盤菜。當年宋帝昺逃難嘅時候呢，就有人請食盤菜。而家要食到傳統嘅盤菜呢，就要嚟到元朗呢一帶。元朗係香港新界嘅主要區域，源自宋朝，鄧氏家族已經遷入錦田居住，現時人口約53萬。區內本來亦都有好多魚塘同埋田地，但因為城市化越嚟越嚴重，加上近年政府致力發展元朗，現時市中心周圍已經有比較多嘅新住宅大廈落成。經歷過成功、失敗、成功、失敗、再成功、再失敗，我哋憑住無比嘅勇氣同毅力，終於揾到大歡喜宴席盤菜。盤菜係寓意住合家團圓，大家和氣吉祥。廣東人食盤菜，更加取嘅盤字，象徵住賺得盆滿缽滿。時至今日，盤菜用料已經冇特別嘅規定，但一般都會包括枝竹、蘿蔔、魷魚、豬皮、冬菇、雞、鯪魚球同炆豬肉嘅。變幻原是永恆，無論係盤菜嘅款式、群瑞堂嘅宿生，抑或係大學嘅生活，都會不停咁改變。第4屆宿生會幹事會嘅會長張俊仁又會點樣去面對呢啲嘅改變呢？雖然時光可變，世界可變，人情亦許多都變遷，但係群瑞堂不變，那種真找不到缺點。如果有一日你我再次相見，隨年和月，身心雖耗損，我相信有共情從難扭轉，心內那熱暖仍是純真未變。